大家想買摺疊手機會唔會考慮 Samsung 全新嘅肥摺 Galaxy Z Fold X 咧？想知呢部機嘅賣點，大家睇翻我上一條 views 啦。但係用落呢部機就發現啦，有4個應該冇乜人知嘅隱藏功能啦。第一個就係旋轉模式啦。Z Fold X 用主螢幕嘅時候咧，大部分都係打折用嘅，所以 Samsung 亦都特登設計咗旋轉模式，內外屏係分開控制嘅。你可以用外螢幕嘅時候咧就強制垂直啊，咁就唔使再驚上床用咧會亂咁轉啦。而主螢幕咧就可以繼續維持自由旋轉啦，俾你打橫睇 YouTube 或者打直睇 IG 都冇問題啊。第二個就係分屏模式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，Samsung 手機可以做到3個 app 同時分屏啦。今次呢部 Z Fold X 都唔例外嘅，除咗可以 K 字形開3個 app 之外啦，由於個螢幕夠長啦，甚至可以同時開3個 apps 啊，每 app 都做到16.9:9嘅直板機比例啊。咁你有幾百萬上落咧，都可以一次過用到3個 app 啦。第三個就係螢幕縮放功能啦，話晒 Z Fold X 都有個好大嘅螢幕啦，咁所以今代 Samsung 咧就俾大家獨立控制每個應用程式嘅螢幕縮放等級啊。只要去到進階功能研究室咧就揾到呢個選項噶啦。例如如果你覺得 Facebook 啲字太細，就可以校翻大佢啦。而 Instagram 如果你覺得內容 show 得唔夠多咧，就可以校翻細佢。每個 app 都可以獨立 customize， 就唔使好似以前咁樣成個系統硬性統一，非常之好啊。最後一個就係主螢幕功能啦。大家可以開啟外屏鏡像啦，就可以自動幫外螢幕用翻主螢幕嘅應用排列啦。咁你就唔使重新再執多次嗰啲位啦。咁就注意一下啦，入邊嘅優化縱向模式下的版面就唔建議大家開啦。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將平時喺 App Gallery 入邊嘅 app 咧左右頁面就上下合拼啦。但係咧，大家平時成日見到嘅主畫面應用程式排列咧就會亂晒啦。有時候甚至有筆啊會無端端咧掟咗2個 Dual Message 嘅 app 去前面喎。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大家熄咗佢啦。今次介紹咧4個隱藏功能俾大家啦。想知更多摺疊手機或者 AI 甚至咧係 Tech 嘅消息或者技巧，就記住 follow 我，留意我最新嘅 IG views 啦。